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只能说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爱我们这么多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主，让我们得以今天在这里敬拜你，我们全人敬拜你，我们全心全意要来赞美你，谢谢你，圣灵此时此刻在我们的当中，主耶稣，你是创造耳朵的神。你岂不听见我们的赞美？你岂不听见我们的呼求？你岂不听见我们在深渊里的、暗夜里的悲伤的哭泣？主啊，你岂不听见我们那个冤屈啊？主啊，你是照眼睛的神，你哪里不知道我们所承受的？主啊，你哪里不知道我们目前的境况？在这里的每一张椅子，每一个生命，主，你都清楚，你都知道，你都看见了。我们恳求你，圣灵，在接下来的时间，主，你透过孩子，主，你的话语透过孩子，透过诗篇诗人，主，我们要与你相遇。圣灵，恳求你进入我们心，谢谢你，让我们明白，主啊，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感谢神。我们呢要再来看诗篇，好，我们再来呢，诗篇是这首诗篇也是众人一起来吟唱的啊，所以但是呢。传道没有曲了哈，但是我们就来读哦哈。那黑色的有人会唱吗？好，好，下次期待你啊！你做好以后就告诉传道，我们一起来合奏哈。好，黑色的字体呢，传道来读；红色的字你们来读，可以看得清楚吗？好，那我们一起来哦哈。好，神啊，黑色的传道，来，有没有一起啊？牧轩啊，神啊，我的心切慕。如露切慕溪水，我的心何向神，就是永生神。我几时得朝见神呢？我昼夜眼泪当饮食，忍不住地对我说：“你的神在哪里呢？”我从前与众人同住，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，大家守节。我追想这些事，我的心极其悲伤。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他。因我的神啊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，所以我从约旦地，从黑门里，从米萨山纪念你。你的瀑布发声，深渊就与深渊响应；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。白昼，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；黑夜，我要歌颂、祷告赐我生命的神。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：你为何忘记我呢？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？我的敌人辱骂我，好像打碎我的骨头，不住地对我说：你的神在哪里呢？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赞他。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感谢神哎！传道没有讲，你们都知道最后一句是大家一起来是吧？太好了哎！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？赞美神的不会少啊！我们再一次好，破梗了哈！好，再一次哦，好，我们用赞美的心，我们来用这首诗来赞美神。来，神啊！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露切慕溪水。我几时得朝见神呢？我昼夜
我从前与众人同住，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，大家守节。我追想这些事，我的心极其悲伤。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他。我的神啊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，所以我要从约旦地，从黑门岭，从米萨山纪念你。你的瀑布发声，深渊就与深渊响应，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。白昼，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；黑夜，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。我要对神我的大师说，你为何忘记我呢？我为何应受你的欺压时常哀痛呢？我的敌人辱骂我，好像打碎我的羽毛。主的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赞他。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阿们。感谢神，神所赐给我们这个诗篇42篇啊，实在是很多人拿来这样，来这个哀嚎的啊。因为这首歌很多什么，我的心啊，我的心啊，我的心啊，我的心为何在我里面忧闷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忧闷过？我的心啊，我就觉得不舒服，但是说不出为什么不舒服。我的心啊，我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们有过这样的吗？没有过的请举手。你过来去教啊！每次传道问你就头正好痒啊，好像没有我们常常有时候有事情，但有时候不见得有任何事情，但是你的心就是怎样？说不出，就是不舒服。或许这诗人很懂我们，他就讲了：我的心可想你，可就可见怎样？诗人用他的心当作一个田，心田，他的田可见是干又裂，又干又裂的那个，他的心田是硬的心。这时候他最需要什么？恩雨啊！最需要什么？雨啊！恩雨啊！恩雨，请起立啊！很需要啊！那很需要，没有坐旁边啊！那招待好，我们的心很需要神，很需要神恩雨来降临，因为我们的心怎样可想你。这个图画有没有看到？这是一什么鹿嘛？哈！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这个诗人说怎样？我的心切慕你如什么鹿，切慕溪水？为什么没有说如骆驼切慕溪水？因为骆驼会吸水啊，会吸很多水它身上。这个诗人很妙哦，这个鹿是这样。很脆弱的，它只要没有水，它自己又不能储存水，很快就没有水，它就怎样挂了。但是这个诗人就用得很贴切，说：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。如果有一天你心里很难过，或者是传道不是难过啦，那你是很悲伤，不是悲伤啦，那你是怎样？我也不知道。莫名其妙的，就是不舒服。传道要说，读一下诗篇42篇，你说不出口的，你不知道的情绪，你跟着他读，他要带领我们疏解我们的情绪。鹿，它切慕溪水，没有溪水它活不下去。我们的心没有神的恩雨，我们怎样？活不下去，像鹿一样。我们的生命非常的脆弱，我们灵里面的生命非常的脆弱，我们就是需要到神的面前。这篇诗篇是这样讲：
你们看，如果不认识神的人，他怎么样来做？最近这是什么啊？这样啊？哦，哎，传道，今天本来有梗的啦哈，那个梗不知道在哪里哈。哎，我本来请他练，这是什么？啊，骑马，有谁会跳的？来，好，来，哎，来，耶，来，有没有人会弹的？来哦，来，会，来，传道也会哦，哈，趁今天牧师都不在，哈，牧师今天啊，赖之如，耶，谁会弹啊？谁会那个敲的？啊，不用是吧？好，来，好，音乐有啊，有，好，来，鼓掌一下，哎，好，耶，来，之如，来哦，好，等一下，来，之如，还有谁？好，来，小强，来。传道也要疏解一下，快，哈，快，没关系，可以吗？好，来，哎，这一段可以不要录吗？哈，哎，牧师进来了吗？还不是，哎。感觉怎么样？不错，是不是？跳了会觉得很舒服吗？有全身舒畅啊，全身舒畅，全身舒畅啊，全身舒畅啊！谢谢你，好。如果我请一个人来跳呢？啊，好，传道呢？传道只能到这里哈，再下去我要被开除了哈。好，来，传道要说这个歌曲为什么？简单的动作跟韵律，很多心理学家去研究，而且这个歌曲跳的时候，你回家试试看，你一个人跳试试看，没有这么多人看你跳，你试试看，你跳得下去吗？可以跳下去，但是怎样？就是需要群体的，简单动作还韵律。那这首歌为什么这么唱，这么怎么讲？旋风。前几天在法国，你看在那个什么铁塔，多少的人在那边跳起来，他们感觉全身舒畅。
所以这个歌在疏解人心里的郁闷，而且这个歌词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这个歌词是在讽刺这个江南时代，就是在韩国江南那个地方是有钱人，所谓的上流社会。这首歌在讽刺我们这个 M 型化的社会，我们没有什么，我们只能用想象的，想象我们可以开宾士，结果不是宾士，那是怎样？不是，也不是，当然不是，只是一个想象。我想象有美女陪我，我想象我有女朋友，可是那都是想象，那都是空的。唉，可怜啊！人需要用这个。但是跳完以后，你试试看回去，空啊，没有，生命没有得到改变。可以啊，你跳啊，你跳钱都进入他口袋啊，对不对？从你的口袋跳到他口袋去了，他现在全世界有名。但是我们在神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，可以让我们群体一起来，用简单的音乐，用简单的歌曲，能够让我们的心，我们那个干渴的心，快要死掉的心，得到心情疏解，而且得着一股力量，而不是疏解而已。不是疏解而已就没有，更想怎样，更难过，更觉得落在那个无力感里面。我们有没有？有，在我们的信仰里面，我们每一次敬拜赞美，我们群体当中，在神面前一起来赞美。现在你们就是选择那最好的福分。我每一次跟神连结，跟大家一起在这边的时候，我们透过前面的人敬拜赞美，我们就可以带到神面前，我们的心得着安慰。在敬拜当中，你曾经被神摸着得着安慰的人，我要请你举手。感谢神，谢谢，请放下。如果你还没有，没关系，持续，你只要决定，你自己赞美也可以，但是传道要跟你说，我们群体一起来敬拜赞美，那个是感觉是不一样。那传道要讲，我们的心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会莫名其妙说不出口，或甚至就觉得说，我非得割我自己的？你们有没有遇过那个自残的人？传道有个个案就是这样，他一定要割他的手，割他的大腿，因为那是动脉。他每一次都要用一张纸放在那个割的下面，要听到什么声音？血滴下来的声音。咚咚咚，他每一次都要透过割，让自己感觉痛。哇，有痛真好，因为他已经麻痹了。传道上次有讲困住的困怎么写，里面是麻痹的。如果你的内心是麻痹，你也哭不出来，你也笑不出来，你就是不知道怎么了。传道要说，来教会吧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，我们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来赞美神。如果说我不会，没关系，相信传道，传道等一下会说，我们为什么会难过？我们为什么来到神面前，我们就得以跟神来连接。我们原来枯死的那个心，不用透过割腕，不用透过吃药，不用透过各种的强迫的自己的作为，或者是没有路，那个绝对不是好的路的，我们就可以活过来，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活着真好。所以传道要来讲，我的心啊，我的心啊，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是我遇到这些事情？为什么是我在这个家庭里？为什么是我遇到这样的事情？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我的心到底怎么了？我想在我们人生中会造成我们痛苦，就是有的人是很多的选择，让我选择这个，选择这个不行不行，我到底要选择哪一个？在那边惶恐，我很怕我错过了，我很怕我做的选择
做错了，所以我们会不安，心里会难过。我到底选择要跟爸爸好，或者是要跟妈妈？这是传道的个案里面最常在国小里面。我到底要选择听阿嬷的，还是要选择听妈妈的？我们的心就太多的选择，要选嫁这个或娶那个，或者是有这个工作或那个工作。我要不要选择明天还要去上班？我要不要选择？我还要不要继续呼吸？这些让我们痛苦，或者是我没有办法获得。我明明爱这个，我心所爱的，我就是得不到。我讨厌的人一天到晚在我面前晃，可是我爱的人怎样？理都不理我，不跟我讲话。这些让我们痛苦，让我们的心不知道怎么了。我的心啊，我就是这样郁闷。传道也有很多的孩子，人际之间很奇怪，今天跟你很要好，明天对不起，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不理你了。原来好到不行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今天还爱我的爸爸妈妈，明天他们就选择离开这世界。我有个个案，才国小1年级，他妈妈在他出生的时候得癌症，可是他2岁的时候癌症就过世。他在国小1年级的时候，一直照顾他的，因为你看他那么小，一直照顾他的是他的阿嬷。在他国小1年级的时候，早上起来，他的阿嬷就在他楼梯口，冰冷的，不能保有。他每次从那个楼梯口过，心里非常难过，没有办法，那个房子没有办法再住。哇，保有人间的爱，人间的爱实在是，他保证我要爱你到底。传道要说，对呀，到底了以后，他自己也不行了。我们要跟那个爱我们的、永远不改变的神，他知道，他懂我们。这些会让我们觉得这世界无常、不安，我的心就是觉得好像没有好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，结果怎么样？真的一直坏事情发生，一直发生，一直发生，一直发生，就是坏事情。我的心没有办法得着满足，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人。我的心啊，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？为什么我是我？为什么我要被出生？传道如果遇到这样子想人生意义的人，只要他到教会，知道，只要他知道神在他身上的计划，再大的困难，再大的辛苦，他都不会觉得是痛苦。真的，他会觉得他是属于神的，他知道他要为谁而活，他不会有空虚无尽的问题。如果我们有刚才那些问题，我们就在想我到底怎么了？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人，可是我们有无限的要满足，甚至还不知道我到底要什么。但是谁知道？我们的神知道，因为他是无限的，他知道我们怎么了，我们自己不知道，他知道，因为我们被我们的需要困住了。我们有很多的需要，什么需要？吃的吗？这个好解决哦。什么是我们需要，我们没办法解决的？我们永远没有安全感，那个恐惧。我不知道我身边的人他要发生什么事，我不知道未来路是怎么样。所以当我们的路前面的路不清楚，没有一个保证，我们这个路程怎么能够走下去？我们就被困住了，我们没有选择了。但是我们的神说：“不，孩子，在我这里有活的路，我就是生命，我就是道路。”这个真理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，信靠他的，我们会有永远活的路。
当我们在这些想要有限里面不断失败当中，我们会发现，你的父母也没办法救你啊，真的。那个英雄啊，奥巴马也没办法救你，连那个什么，连他那个飓风，他就没有人可以救你，牧师也不能救你，传道也不能救你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救你，只有耶稣主，只有主可以救你，只有耶稣，你是以谁，你为谁而活，他才能够救你。所以我们要说，我们能够怎么办呢？我们要做好人。有人会跟你讲，哎呀，我们做好人好事就好了啦。结果我们决定怎样？今天决定计划读3个小时，今天就马上就怎样破功了？是读3个小时，但是是哪一个读？读 Facebook 也是不可了哈。我们真的是自己决定，这些事情让我们痛苦，而且彼此伤害。如果你现在想到谁伤害你，你不要觉得说为什么？哎，这3种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就为这3种。人因为自大、自以为是，他以自己为中心。你怎么得罪他，你都不知道；你怎么死的，你都不知道。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？有过这种经验的举手一下。哎，这么少哦，还是不敢举。再一次，有过这种自己不知道怎么死的人，哎，举手，不是真的死了哦哈。好，请举手。莫名其妙就被拒绝往来户的，感谢神，勇敢一点，因为你看看你身边的人，不是只有你。好，放下来，不是只有你，很多人，还有那个没举手的哈，哎，这个没关系，还有给你忏悔的机会，以后再让你表达哈。是人就因为自大、自以为是，自己以为是对的，坚持己见，然后他自私，所以他就拒绝你，甚至连讲都不跟你讲。这些让我们的心怎样？让我们的心难过，让我们的心干裂，让我们的心不知道该怎么继续走下去，让我们的心不再信任人，不再信任自己，不再爱自己。我们甚至很多担心害怕，不知道什么事情要发生，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，所以我们就要的更多，要存更多的钱，要更多的关系，要更多的读更多的书，要怎样赚更多的钱。当我们发现，从历史当中我们发现，这些不会让我们平安，我们还是不平安，那是为什么呢？我们人为什么会不安？在诗人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心是这样的时候，这样的时候，主啊，我渴慕你，因为我要永生的神。主啊，我几时还能朝见你？这个诗人有人去研究，这篇诗是什么时候写的啊？他怎么这么可怜，没有办法，这么心这么难过啊？怎么跟我一样啊？有可能说，有人说他可能生病在床上，没有办法去敬拜啊，因为以前要到圣山，要这样，要走很远的路。也有人说，从这句话里面就知道可能是什么时候，跟但以理那时候一样，是被掳的时候，被抓到其他的国家，他再也没有办法回去敬拜神。在你身边，你曾经有过没有办法来教会敬拜的吗？你心有多难过？有哪些人不能来教会敬拜呢？除了生病，还有呢，被很多事情捆绑，不能来。被谁限制？被自己限制。自己就是不甘愿来，因为我生气那个人在教会，我生气那个人，他如果未来去天堂，我也不甘愿跟他去天堂，我就是要下地狱。哦，这么大的循环了。有啊，有没有这种人？有，可能是你我啊，气到不行，因为我没办法饶恕。传道又说，如果可以，真的，只要你下定决心，时间到了，我就是要到教会敬拜你，我的心绝对会在这里再一次被神更新，再一次在敬拜赞美中，我可以看见
我这个黑暗的路里面，我会看见神的亮光。我们来赞美神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主啊，你是这么的爱我们。所以我们来纪念、想念主啊，我要纪念你的好。所以现在最近有一个学者来，我们要常常思想起神对我们的好，我们那个记忆，我们要想起神曾经什么时候爱过我。如果你曾经有过在什么时候被神好好爱过，这个记忆我们要记在心里。当有一天你真的趴在那里爬不起来的时候，你真的想要跳下去的时候，传道要拜托你，只要想一个曾经在这里敬拜赞美的时候，你被神曾经好好爱过的，直到有一个人在乎你，那个人是谁？传道真的传道爱你，来传道为你一起祷告。有哪一个神爱你？主，谢谢主耶稣爱你。你一股暖流以后，你就有再活下去的力量。愿我们呢，在生命中低潮的时候，我们都来纪念、想念神，我们来见他的荣耀。传道要讲一个亲身经历，因为好的光景都不会想到神了哈。深渊就是我们常常在这边赞美神，说神啊，我们最近在赞美神的，说诗篇94篇，就讲耶和华你是深渊的神，深渊的神啊，求你发出光来。传道有一个小孩儿子在国中的时候，国中2年级的时候开始学化学，要做实验，对不对？所以化学的时候要用什么？火柴。哎呀，现在还有人用火柴吗？没有看过火柴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一看到火柴就好高兴，就会拿来这样点。结果出那个实验室完以后，看到那个火柴不自主的怎样？火柴自己就走路走到某人的口袋里了。哎，奇怪。然后呢，隔一天早上很早的时候，他就拿起来玩，用一根，然后烧纸，哇，烧起来，看了好兴奋哦。再一根烧，哇，好兴奋。这个时候有一个很瘦很小的，不到140公分的小孩子走进来，很瘦，很像伊索比亚来的，只有一根骨头，那个就是我儿子。第2个到了，哇，看到他旁边，好兴奋哦！看到火就兴奋了，因为没有看过火柴。好，哎，老师说不能带出来，对不对？但心里怎样？但，用一根就好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。哎，一根，哇，点燃了，好兴奋哦！就一根。好，后来同学通通来了，哇，每个人一人一根，哇！请问这些纸跟火，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？啊？19，对不对？这是一大早去的时候哦，哈，然后他们就上课了，赶快把这个丢到后面的资源回收，然后就开始上课了。第1节等，第2节等，第3节体育课，哇，他们都去上课，体育课上到一半，嘣，哇，那个有那个嘣，好大声，哇，赶快叫啊！救护车也来了哇！弄了半天，发生什么事？那个他们早上点的那个有那个渔火，然后放在那资源回收里面就闷到怎样？时间到的时候不是烧，爆了以后就真的这样烧起来了。哇！教室后面那个布告栏就烧起来，哇！这下代机全部都叫来训导处，哇！我也接到电话，我去了。好，请问一下，训导处抓来了，每个问有没有？哎，全班都说没有玩火，2盒火柴都烧完了，没有玩火，奇怪了，只有1个人说有玩。谢谢，怎么这么了解啊？他今天刚刚才去服兵役回来，他说我有玩火，我玩1根，那为什么其他都
谁呢？你们写有没有啊？大家都写没有。啊，有安娜这个火柴是你拿来的？不是。那谁拿来的？那个人就只好承认我拿来的。全班一半以上都有玩哦，一半以上都说我只有折纸，我没有玩。我儿子只有玩一根，他说我有玩，我玩一根而已。那2大盒怎么办？训导处就说，好吧，那就抓到一个是拿火柴的，一个拿玩一根的啊，那就处罚这2个。2只什么？啊，不是2只老虎，不是，2只小过啊。哇，我儿子是从来不迟到的，从来全勤的。回去那一天就非常生气，因为他同学笑他什么？啊？说你的神在哪里呀？有没有这句啊？刚刚有读到哈。你的神在哪里呀？哈哈哈！谁叫你说诚实话？我们都说没有玩就好了啊。这个时候怎么赞美神？你们刚刚不是说赞美神吗？要不要赞美神？要赞美神什么属性？啊？公义，神是深渊的神。但是两只过就已经来了啊。你懂哈？有经验。好，简单讲，我的儿子哭到不行，他是他是很乖的学生，但是他因为神说要诚实，所以他就承认，然后他也被记过。等到记过公布下来那一天，他整个崩溃，因为2只小过跟去拿火柴那个人同样重哦，1支火柴的点1根的跟去拿火柴来的一样重，那个折纸其他都折纸的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折纸自己会燃起来这样，然后火柴也都没有了啊。好，感谢神呢。那个学期结束的时候，来了一个基督徒的老师，体育老师。那个老师呢，本来是休假，但是被他们这样一搞，还不到半学期，3个导师全部换掉，所以没有人敢接他们班啊。只有谁能够来？靠那个老师。那个老师是一个基督徒，他本来应该休假，因为他带队去比赛得名。他可以休假半年了，结果才好像2个月就被叫来说，你可不可以接这一班？然后我们把你休假的补钱给你。然后祷告以后，他说：“好，只有一个条件，全部都要更新，给我新的班。那个有记过的全部都要更新，有旧的班有记过的这种班不要。”哎。那上次不是处罚2个小过的有2个吗？那怎么办？你自己看着办啊。我来带的班是不能有瑕疵的，不能有记过的。这个时候，我的儿子赚很大啦。原来的那个过全部怎样？消掉。感谢神，深渊的神啊！如果你这个时候正在冤枉当中，我说。我们要事先来赞美神，好吗？神要为你伸冤，而且他已经为你预备那个道路。所以我的儿子现在只要被冤枉，他就这样想到这个经验，说神，你要为我伸冤。说感谢神，我们要来赞美神。我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我们还要来赞美神，而且我们要来称赞他，他是我们脸上的光荣，是我们的帮助。刚才传道有讲。刚刚传道讲说，这个基督徒的导师啊，他应该怎样放假的，对不对？结果为了怎样一个使命，神给他使命说，你要来带领这个班级，这个班级这样可能不太好办，所以他就接下来了。接下来以后发生什么事？因为他们同学当中有一个人，永远都会有一个女生，永远都会。不是过敏，闻起来就是让人
不香，因为他的智力有一点问题，所以他不会洗澡，所以大家排挤他。可是他排挤他，他就很难过。后来这个2个月以后，在11月发生的事，11月以后他就去路上晃，去路上晃的时候，就有那个有组织的找他，利用他，叫他去做什么？去做事啊，去买酒。才2个月时间，这个小女孩本来被欺负的，变成怎样？哎呦，被欺负人的，哇，这个真快啊，反应真快啊！本来被欺负，现在欺负人，为什么？因为后面一大堆什么？一大堆大哥大姐做他的靠山，对不对？而且他还开始喝酒，他只要喝了酒以后就怎样？以前很讲话很小声的，很懦弱，被人家欺负，这个时候全部胆子都来了。这个孩子越来越往下走，他的爸爸很生气，就把他抓回去，用脚跟他们爸爸妈妈离婚。后来这个是新的妈妈，就是他爸爸再娶的，就把他用那个铁链拴在那个生命桌下面。这个基督徒老师一去家庭探望，看到这样心很痛，说一个女孩子怎么可以像狗一样被拴在那个生命桌下面？然后就说可不可以放她，因为看了心里很难过。爸爸说好，老师你说的哦。放了以后，马上动作很快，咻，从窗户跳下去。你知道他家几楼吗？5楼。你认识他吗？12楼是等一下的故事。5楼跳下去还好，隔壁是4楼，所以他等于5楼跳下去才1层楼，所以他脚断。哎呦，这个基督徒的老师心里怎么样？主啊，我是牙给的哦。这个时候你怎么赞美神啊？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，感谢他。屈身敬拜他，一定要屈身了，因为没懒啊。这个基督徒老师跟他的太太，整个就是祷告神，神啊怎么办？遇到这样的事情还好，他只有脚受伤，但是他的父亲，他跟他讲，你要爱这个孩子，你要爱这个孩子。他说不行，女孩子怎么可以去喝酒，跟那些人在一起？我一定要把他关起来。12楼事情来了，有一天他就跑到高岛屋，这是新闻有的，跑到高岛屋的11楼，从12楼下来了哈。然后他爸爸、他的同学、他的老师邓老师已经追到那里了，他感受不到爱。就从那边跳下去。请问邓老师这个时候，一个基督徒的老师，因为爱的缘故，接下这个主啊，我们要向你歌唱，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。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事，怎么办？你还要赞美神吗？要穿粉红色的，笑得开心，还要赞美神。因为这个孩子住院了几天，后来过世。全班曾经欺负过他的，去看他，后来去医院看他，后来过几天他过世，去告别式的时候，每个孩子都痛哭流涕，想起他曾经去压迫人，曾经去欺负人。神是公义的神，神是深渊的神。如果我们让谁扭曲了不公平，让谁欺负了谁，我们要记住，赞美神，神是公义的神，神会为他伸冤哦。孩子，我们要谨守，我
我们赞美神的，在神面前赞美，不是主啊你祝福我而已，而是主啊，我如果有欺负别人，我要改变心意，我要像你一样。这个邓老师后来传道要讲，我的小孩子的他们这一班，因为这一个孩子的事情，他们后来整班都跟着这个邓老师去他的教会。我们不可能目前不知道神的心意，但将来会明白。这个邓老师改变了，没有办法改变那女孩子，没有办法救起来那女孩子，可是这整班的人的心被神触摸到，因为一个老师。当然这个老师后来被调查，一定的，教育局一定要去调查他。但是神知道我们是他草场的羊，他要来照顾我们。这个邓老师有机会请他来跟大家见面，超级棒的一个老师。就是这个老师曾经讲说，他常常在这个被调查当中的时候，他很孤单。他说：“主啊，怎么发生这个事情？一个接着一个接着一个这样。”但是他每一次到神的面前敬拜的时候，很奇妙，他自己敬拜还不行他到教会里面敬拜的时候，他就找到那个让他的心得以释怀的。所以我们在敬拜，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孤单跟我们有一个需要，一定有个需要，我们像那个鹿一样，我们要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才能够得到满足。这就是我们要透过赞美，赞美神，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，到神的高度啊。当你到神的高度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自己未来的路要到哪里，你就知道这两个男朋友当中，这两个工作当中，在爸爸跟妈妈当中，我要选择谁？我要选择爱。赞美神，让我们提高我们的高度。神不缺你的赞美，好不好？真的你不赞美神，神会变得不伟大吗？变得不美好吗？对吗？神这么伟大，神是爱你，所以他才教导这个诗人说怎样？孩子啊，你们要来赞美啊，是为了你们。你们到我的，因为透过赞美，你才能够到我的高度，在我的怀里，你就不孤单。在我的高度，你就知道你未来要走的路，你看见那个美好，或者是你还没看见，预先见到，但没关系，你感受到那个平静安稳啊。你有过那种虽然发生事情，但你还是能够平静安稳的吗？是，那就是圣灵在带领你。在我们敬拜赞美，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团体、我们群体来敬拜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感受到神把我们连接在一起。你也可以感受到你不是孤单的，我们这里许多的人都要跟你一起度过。如果你来敬拜赞美中，你觉得你也想跟别人一起来扶持别人，为他祷告，要扶持他，成为他的帮助的，请你举手。感谢神，在你愿意成为别人的帮助，在敬拜赞美中连结别人的生命，为别人祷告，请你举手。请你看一看，如果你现在是孤单的人，请你看一看，你不孤单，你不孤单。谢谢，请放下来。感谢神，我们与他连结，我们不孤单。神爱我们，而且他要来让我们经历，他是我们的救主。感谢神，今天本来有一个见证分享，但是呢，没有看到人。那个人长得很像释迦吗？不是。长得很像世倩吗？不是。但是，他的脸色不太好哈。那个人好像没有来。但是我要简单讲一下，这个礼拜有一个新闻，就是他去打猎，不小心，结果那不是猎物，是人的。你们知道吗？去山上打猎，结果不小心，他以为那个人低头，以为在树丛中，以为他是什么猎物山猪，结果那个人正好做事情，一抬头站起来，砰！
当场死亡。这个人心里很难过，但这个人本来不是一个人去打猎，本来要几个人去？3个。这3个人里面，其中他们都有亲戚关系，其中有一个是我们教会的执事的小孩。在那一天晚上，前一天晚上，这执事的太太夫人心里她做了一个梦，就是那一条路上，就那一条路岔路那条路上，她站着一个我们教会的长老。她做了那个梦以后，就心里很不安。所以你如果觉得心里很不安，传道要拜托你，你就是跪下来祷告神。他就跟他的就是跟他的太太跟他的家人一起来祷告。那一天就一起来，一直祷告。有人要帮忙讲这个见证吗？看脸就知道是谁。我可以访问你吗？那一天发生什么事吗？如果你愿意就站起来，如果不愿意没关系。好，机会过去就没有了哦。楼上有没有人要见证？你要吗？有吗？要吗？要我们就等你啊，你就下来啊！耶耶，再跑喽！呼呼呼呼！耶！我们经历神，我们要来见证他。我们经历神，我们就是要来赞美神。我们也要为这个家人来代祷。啊，这个出了事情的这个家庭，2个家庭，我们要为这2个家庭来祷告。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嘿嘿，来，请走这边。哎，来，我们欢迎世倩。世家要吗？不要。好，世倩，你可以为我们分享见证这件事吗？哦，就那一天，好紧张哦，因为太近了这个新闻。就是那一天，就是妈妈，其实我也是隔天才知道，就妈妈前一天晚上说，她梦到了我们教会一个长老，然后那个长老就是好像过得很不好，就是站在一个路上，然后看起来好像过得很不好之类的。然后后来就是那天晚上的时候，我们就一起祷告，然后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然后就隔天一早，就是我爸就打给我妈，然后那天刚好我跟我妈也要去新竹，然后我们就去新竹的路上，我就想说什么，就因为我们一直讲母语嘛，然后母语我有一半是听不懂啦，一半听得懂，然后就是一直听到说有人死了，然后什么去打猎死了，然后我想说打猎怎么可能会死？因为是猎物死吧，怎么会是人死？然后后来知道说是有一个人呢，他就是晚上的时候在他家旁边用那个探照灯，然后那个因为山上的草长很高，所以他就这样蹲在里面，然后就有人去打猎，就那个打猎的人呢就以为有那个灯嘛，他以为是眼睛的那个反光，拿光照他的时候会反光，就是他那个人就一抬头的时候就 biang， 而且不是只有 biang， 是 biang biang biang， 是3枪，因为他以为是山猪，然后就3枪就打死了那个人，然后那个人就吓到，然后就去报警这样，然后可是后来我才知道说，原来妈妈就是那一天我们祷告，然后就隔天其实是我哥哥另外一个哥哥，他原本要跟那个人要一起去打猎，然后那一天呢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没有去打猎，但是还好他没有去，因为如果他去的话，他会等于是共犯，就很奇妙，就是隔天他没有去，然后爸爸一大早就打电话给妈妈说这件事情，然后我就到中午我才听得懂完全的整个状况。然后我们去山上的时候，那路上还有侦查车，就是那个检察官那个车，就这样从我们正面这样开过来。然后我从头到尾都不知道，原来这是恩典，这真的是见证。还好他没有去打猎，不然现在就会一起被，我不知道被关还是怎么样，反正就是很感谢神，就是因为我们的，就是神恩待我们家。感谢神，赞美神，感谢神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啊！如果我们心里难过，我们就来祷告，好不好？哈，如果你心里现在还是有莫名的担心或什么也说不出口，就是跟你连结的人，
有一些事情，就像季梅姐她梦到的，她心里不安的啊。其实那一天早就已经永康执事他儿子已经打给他说：“爸爸，我等一下要去打猎哦。”结果怎样？结果他太累，做事情做到很累，说他睡怎样？睡到醒不来，就跨过了那个灾难。所以我们心里难过的时候，来祷告，或找传道，或找你身边，或就直接到神的面前。如果来不及，说主啊，你快救我啊！主啊，拿诗篇啊，42篇啊，赶快来不断的祷告，把你啊，把这个诗人的角度的都变成我啊！你来帮助我啊！主啊，你必帮助我啊！主啊，我的心啊，我的心为什么在里面忧闷啊？好不好？我们为这两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两个家庭来祷告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明白我们的心。主耶稣，我们渴想你。主，我们昼夜用眼泪来当饮食，因为忍不住的对我说：“你的神在哪里？”人用轻视，人用那个眼神是我们不爱的，羞辱的眼神说：“你的神在哪里呢？”主啊，我的心常常忧闷，在我里面烦躁。主，你知道我怎么了，但是我不知道。主，我要来仰望你。主耶稣，我要来仰望你，我要到你的面前。主耶稣，当我有这些不舒服的时候，主啊，我有这些烦闷的时候，主耶稣，你就来帮助我，因为我到你的面前，我要来赞美你，因为主你爱我。主，你要提升我们，主啊，你提升，把我们宝抱在你的怀里。是的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为此献上感谢。主，我们听到世倩世家的爸爸跟他的哥哥以及他们的亲戚，主啊，这一个不小心也是他们的亲戚。主啊，这个受难的这个家庭虽然不是亲戚，但是是他们非常好的邻居。主，两个家庭现在正在愁苦哀伤当中。主，我们恳求你的爱有机会进入他们的心，进入他们的家。主耶稣，你自己来拯救。主耶稣，主，我们谢谢你这么爱我们，我们就是定义要来仰望你。主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，我们就是要来称赞你。主，我们的你的孩子们在这里。主耶稣，我们现在心中可能有许多的苦，我们受到冤屈。主耶稣，我们有那个心里说不出口的苦闷。主耶稣，或者生气，或者是我们心中的那种哀愁。主耶稣，你知道。主，我们要来赞美你，因为你爱我们。主耶稣，你用你的脸，你要的荣光，主，你的帮助要来临到我们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定义就是要来赞美你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主耶稣，你用你的慈爱，白天主耶稣你必用你的慈爱来庇荫我们。主啊，黑夜，主，我们要来歌颂你，我们要祷告你，因为主你是赐我们生命的主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一切你所为我们预备的。虽然我们现在只看到种子的信心，但是主，你带领我们要预先见到这种子长出来的大树。谢谢主耶稣，你让我们栽在溪水旁，我们要按时结果子，结实累累。主啊，按时结果实，就是有时候我们还不结果子，主啊，或者我们的葡萄还不结果子，但是主，我们定义，我们还是要来赞美你。我们知道主你的爱，你的信实。谢谢主耶稣，你爱我们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